前 TVB 港姐季軍鍾慧冰一生充滿傳奇，近年佢復出幕前拍戲兼擔任節目主持，獲得唔少關注。估唔到日前就突然驚爆病重入院，惹嚟外界擔心。鍾慧冰喺社交平台鋪出一張病床照，透露啱做完一場大手術，已經切除子宮、卵巢同埋輸卵管。雖然性格樂觀嘅佢面對鏡頭保持笑容，但佢嘅鼻腔仍然插住喉管，成個人望落十分虛弱，身體狀況令人擔憂。早喺2016年嘅時候，鍾慧冰不幸確診罕見免疫疾病血管炎，一度全身癱瘓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期間病情曾經多次惡化，雖然經過藥物治療之後總算保住性命，今次佢再入院開刀手術，因為子宮肌瘤不斷復發，最終只能夠切除子宮卵巢。鍾慧冰喺1979年參加香港小姐競選，贏得季軍，順利入行。而佢28歲就喺屋企人嘅催促之下，同居多年嘅圈外男友結婚，但原來丈夫早就喺佢懷孕期間另結新歡出軌。佢曾經嘗試為個女忍氣吞聲，但都無補於事，最終離婚收場。鍾慧冰透露，手術之後身體需要休養一段時間，所以暫時要停工，而佢主持嘅節目亦都要延期播出。網民紛紛留言表示理解，仲為佢打氣加油，叮囑佢要保重身體。